尊敬的罗副校长、中联国创董事长朱天明先生，敬爱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见证这间师范大学中联国创国际商贸研究院的成立。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它的意义非凡。校企双方欣悉他人，加强商务教育，培养国际人才，提供留学生主为自己梦想的舞台，帮助提高他们国家的经济。当那些欠发达地区数以万计的人们还在为了受到本地的教育而竭尽全力，或是在出国求学的路途上处处碰壁，中国和这时代向我们开双臂，迎接我们的到来。今年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人数创造了最高纪录，多过了世上的任何一届。INBA 的来所托邦就是这样一段佳话：微微忽人芳，阴阴出阳水，抚慰着我们是西安的心。这里还有和善的保安叔叔，北门有人的美食，和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图书馆。对我们来说，能在这间师范大学学习，不仅仅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荣幸。为此，我们想对这时代中联国创说一声谢谢，预祝取得成功，谢谢。